而家又係關二哥解碼嘅時間啦，各位朋友，美國同以色列咧襲擊伊朗呢場戰爭咧就打咗10日啦，將近咁咧就不斷傳出呢個伊朗嘅高層以哈梅內伊為首嘅呢個神權政府嘅高層咧被斬首，而且咧就講以色列嘅海軍啊，同埋好多基地啊都被襲擊咁呢啲消息傳到呢個中國國內咧，咁好多呢個支持伊朗嘅啲網民咧就頂唔順啦對呢個消息咁好多咧就唔信即係因為幾十年嚟咧都報喜不報憂嘅即係國內好多宣傳咧都係講啲即係對自己有利，即係認為自己支持嘅人有利嘅消息，但係而家咧居然傳出咁多伊朗即係慘遭敗績嘅消息，所以好多網民咧就頂唔順啦咁有啲咧自媒體啊，仲有啲正式嘅媒體都係就投其所好咁就宣傳翻一啲呢個對伊朗有利嘅消息咁就咩有利咧？最有利咧，當然就係以牙還牙，你殺我一個內塔殺我一個哈梅內伊，我就伊朗人民咧就呢個打翻死你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所以呢幾日咧都連續嘅網上好多視頻好多咩咧都宣傳呢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有3日冇露面啦其實咧就已經被呢個伊朗人伊朗嘅呢個革命衛隊襲擊，佢已經死亡咗啦咁講，哇咁到好多網民咧就好興奮啦終於呢個以牙還牙咁樣咁問題咧就呢個消息咧就一直就未有得到官方嘅確認，咁問題就係如果係有咁大件事咧，國際媒體咧就冇可能完全一啲消息都冇嘅，但係而家係一啲消息都冇咁但係咧唔理你咁多啦，總之係好唔係好自嗨下先啦咁樣咁仲有啲消息咧就話特拉維夫即係而家以色列嘅首都特拉維夫咧就已經被呢個襲擊全部停電咁樣呢個消息咧就唔係嗰啲自媒體咯唔係嗰啲自媒體嘅新聞報嗰啲網民喺度咩喎，係呢個環球時報即係以前胡錫進做總編輯嘅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下屬嘅一個報紙嚟嘅喎，佢都係咁報導話呢個以色列呢個已經係被呢個即係特拉維夫被打到咧全市都呢個停電咁講特拉維夫停電得了嘅，即係等於你中國北京全市停電咁得了嘅咁啲人就哇好犀利伊朗反擊咁問題咧就係流料嚟喎原來咁就最後咧連以色列駐華大使館都頂唔順，佢就發咗一段視頻，佢就嚟辟謠，話根本就冇咁嘅事
係不實報導嚟嘅，不實報導。佢話你哋未經核實就發放虛假消息，佢抗議，提出抗議喎。咁總之咧就係咁噶啦，一有咁嘅戰爭年代咧，即係打起嚟咧就好多嘢假假真真咁。問題就係國內一啲網民咧就中意信一啲對佢哋認為有利嘅消息，佢哋中意聽嘅消息，咁嗰啲自媒體喺度為咗流量，為咗乜嘢咧就仲可以理解。問題你呢個環球時報係人民日報社下屬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嘅一個報紙，居然都喺度咁樣俾人哋話係造謠咁，真係鬧交啊！今次兩會咧就啲代表同埋委員咧都提出好多建議同埋好多提案嚟對而家嘅社會，即係對而家嘅一啲政策方針提出唔同嘅意見。咁好多咧都係呢個唔係好尖鋭嘅，但係亦有啲尖鋭。就係呢個有一個叫做任玉玲呢個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嘅，好出名經濟學嘅，而且又係國務院參事，佢係全國人大代表，咁80幾歲㗎啦，咁佢發言咧，佢即係喺即係接受媒體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佢咧就針對而家嗰個退休制度就提出咗唔同嘅意見，提出咗好強烈嘅意見啊！佢認為而家即係提出20問咁話而家咧就中國嘅退休制度咧，大家知㗎啦，就呢個公務員，即係話你嘅政府機關同事業單位就一套，但企業咧，即係嗰啲工人嗰啲咩咧，又另外一套，差好遠嘅。企業嘅退休嘅人工咧，往往同一個級別啦，即係大家咁相當咁嘅級別啦，就少成半嘅。咁農民就唔使講啦，農民即係就每得200蚊，咁今次先會議有人提議要增加到500蚊一個月咁樣咁今次任玉玲咧就直情咧就認為而家咁嘅本來即係咁嘅雙軌制咧就唔可行嘅，佢話你而家話就話要改善，將佢逐步呢個縮小差距，但係咧呢個企業嘅退休工資咧就增加咗11、2次啦，都唔夠你呢個公務員嗰啲增加1次嘅幅度咁大，咁佢認為咧就即係人社部即係國務院人社部，佢直情點佢㗎啦，即係話你咁樣搞咧就即係造成個社會上嘅分裂，即係造成差別越大越造成乜嘢咁樣咁而且咧就認為呢個嗰啲公務員咧仲享有好多特權，即係話退休公務員享有好多特權，但係咧呢個退休嘅工礦企業嘅退休人員咧係冇呢啲特權嘅，咁即係呢個佢認為呢個咁樣咁唔公平，咁樣呢種制度咧就會危害相當大佢認為好啦，巴拿馬大家知啦，原來長
長和長和集團控制嗰兩個港口咧就已經被接收咗啦，咁就揾咗即係佢巴拿馬政府就揾咗個丹麥嘅財團嚟管理，咁當然啦，而家咧就李嘉誠先生嘅就同佢即係已經申請仲裁，咁問題咧而家人哋接管咗啦，咁中國咧就兩大機構，一個係交通運輸部，另一個咧係呢個發改會，就先後咧就揾呢兩個公司，即係而家接管經營嘅兩個公司，佢唔再咩咯喎，佢就直情同嗰啲人打交道，就話希望咧就即係中國嘅運輸，即係要過巴拿馬運河啊嘛，咁即係中國啲船希望唔好受影響，因為佢希望呢個咁咧就呢個咁聽講咧就呢兩個公司咧都仲係有得傾嘅咁，咁佢唔理咁多啦，哎呀，而家都開頭就話呢個要呢個反對呢個巴拿馬嘅法院嘅判決啊嘛，話佢係受美國壓力喺度不惜喺度咁做嘛，而家唔鬧啦，直情就等於係咪我等於已經向現實低頭咗啦，同兩個接管嘅兩個公司傾，你俾我哋中國嘅船咧唔好影響我哋嘅呢個出入咁就你咩咁好啦。早幾日我先講到醫療腐敗，而家的確係好嚴重。最近咧，貴州出咗一件咩事咧？就有一間醫院咁就有一個病人咧就要做手術，唔做咧就死㗎啦咁樣，但係咧佢因為交唔到錢，就唔肯俾佢做手術，唔肯接收，咁結果咧就即係佢哋係講錢嘅，而家嗰啲大陸嗰啲醫院冇錢都冇得傾嘅，咁造成佢一家佢陪佢嚟嘅一家幾個人，全部咧就喺醫院個大堂嗰度自殺，全部自殺嚟抗議，咁所以咧呢單嘢咧就搞到好大鑊嘅，好啦，咁就呢個今晚嘅關兒哥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另外咧就希望大家咧就未訂閱關兒哥解碼嘅朋友咧，希望咧就呢個喺呢個右下角嗰度咁點一下有訂閱兩個字，咁點咗咧就呢個就免費訂閱啦。另外咧就最近咧好似冇咩進帳我 Patreon 頻道，咁希望大家咧就支持下，因為咧就係呢個我希望咧就有翻啲收入，咁嚟增加一啲設備，咁嚟令關兒哥解碼呢個節目咧可以繼續生存，咁咧補充一下就頭先講到貴州就係
嘅醫院，呢個醫院咧係醫學院嘅喎，咁就係貴州一個醫學院嘅附屬醫院喎，咁就因為咧拒絕治療繳費不足嘅病人喎，咁就結果咧病人同埋佢全家一齊喺呢個醫院嘅大廳自殺咯，呢單嘢就搞到好大鑊嘅，咁就呢個即係而家咧就有錢先有得講，佢即係醫院就已經咧就唔係即係以前毛澤東所講嘅救死扶傷實現革命人道主義啦，而係咧就係一個完全係一個見錢眼開嘅機構啦，咁呢個點解最後醫療改革最後改成咁咧？咁就呢個即係值得大家深思啦。好啦，今晚嘅關兒哥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